望你重新投胎做人的时阵，爱好好过日子。后世人千万唔通阁出事情，要怎会害人？唉，我即马反背着师父，师父若知影，一定唔去原谅我。到底是要安怎着好？天啊！天啊地啊！这明明伤无公平啊！想袂到我饭时前，今仔日会行到这种落魄、连累的地步。自从我的刷牙落去了后，想袂到我的功力一天一天伫咧消失。我的前途黑暗，我的一生乌有，这种日子过了哪有啥物意思啦？我实在有影，我生不如死。我不如家己来了结，我不如死死的甲规划啦。大叔姐。转世，也毋过你共阮会当重新修炼啊！无路用，拢无路用。我的蛇牙，上界重要的蛇牙已经落去啊，搁较安怎修炼，嘛无效啦。谁哪讲无效咧？大小姐啊，你会当重新搁再生活，毋通搁为师傅去害人啊！就算讲你过着平凡的日子，安尼嘛真好，对无？大小姐，你千万毋通想袂开，想要去自杀啊！我若假使讲要搁再重新做起，要改过自新，我毋知影师傅伊是毋是肯帮我过煞，我毋知影师傅伊是毋是会当原谅我。哈哈哈哈哈！你放心，恁师傅绝对会原谅你啦。你不要讲的，莫讲，应该就要讲，你放心。 有阮吕洞宾出来，恁师傅绝对无性命，所以伊已经无机会要原谅你，唔原谅你啊！恁两个，等，大小姐，你即摆是咧惊啥？你惊我甲你刣哦？我若要甲你刣死哦，早就甲你刣死啊！后头搁放到即摆，我甲你讲啦，你哦心肝是非常的善良啦，但是我甲你讲，唔通安尼做歹，唔通对恁师傅安尼啦。你即摆着安尼过平凡的日子，好好啊修行，啊看以后看会得倒啊袂，吼，也唔通对恁师傅安尼死过去安尼害人哦，迄千万绝对唔通。听有啊，听无？假使讲你若是要解脱着你的困难，你敢讲要亲像白蛇安尼永远倒在迄个所在，就当解脱心？我知影较早，我一世界在害人，安尼是真毋对的。也毋过所有代志拢是阮师傅交代。假使讲我若肯改邪归正，好好啊做人，啊，恁敢肯原谅我？哎，你讲迄个囡仔话毋则安尼，啊，等你的师妹试着试着看，我是毋是原谅伊啊？大小姐，因讲拢无毋对啦。其实吼，你若重新做人，好好啊生活，啊，搁再吼重新来修炼，早晚吼你会当修成正果啊。嗯？啥物？彭师请来反背我？是啊，大王，我亲目睭看到彭师成甲八色烟去人做伙，青德师嘛是共款。上可怜的吼，是白蛇互因刣死啊！可恶！大王啊，八仙因迄家人声声句句讲要消灭咱，即马乌龙洞所有的人，若听到八仙因毋是走，就是叫因收去。乌龙洞剩你甲我尔，大王，即摆要安怎？你惊啥物话？你会记无？
定位韩松子来时阵，我的九贤大法拍一个受伤。我相信八仙因哦，毋是我的对手。也毋过，假使因若联合起来，恐惊咱嘛毋是个对手。佮再讲，卢东兵迄间店实在有够厉害的啦，我惊到时。你咧考虑安怎？大雄啊，即摆上好的办法是，咱赶紧离开遮，然后咱招一人马的时阵，能够倒转来改拼。哦，八仙，你三番两次拢来甲我作对，害我的人，来我的乌龙洞眼，让我加欠不灵，我甲你誓不为你，我要报仇！大夫，你即摆咧创啥？我睇你就是要增加我的功力，你毋是咧惊伊吗？我现解决困难，得甲你斗3工老仙，我要你知影我的厉害啦！来去，来去，阮要来去掠歹人哩。好啊啦，好才有够差呢。咱即摆是要办证书，毋是要交友呢。哦，佮再来去，你规气也要唱讲来去掠周子。啊，无咯大，你讲都毋对啊。咱要代志哦，咱要办得成功，一定心情爱轻松，才袂咱如苍苍。就对咩？大，你放心。即边吼有咱3个联手吼，不管讲伊迄尾乌龙吼，有用啥物手法，绝对毋是咱3个人的对手。对，是讲哦，讲到即点哦，讲到这变过啊，咱大家讲好啊，团结力量大对无？要做阵来去掠迄个蛇王啊，结果你看人就走去倒位。袂要紧啦，当哦，变过伊的个性甲鬼都无共款，我真了解啦。伊若无爱去，莫去，咱家己来去就好嘛。安尼好。你要掠我？若有本事过来！好啊，莫在咧臭屁。看清楚呢，你1个，阮3个呢，你有听讲猛虎烂对交魂，你一就知派下阮3个。好，你讲安尼对。啊，你当做伊是好，咱3个是猴呢啦。哎呦，讲一个伤紧啦，毋对，咱是好，伊是猴，你免猴烂对阮虎群。奇怪哦，乌龙，你即届造型甲我顶一届看的无共哦。我知影，一定是烦恼了过头，头毛拢白去啊！你看。我甲恁讲，我为了要来消灭恁，增加我的功夫，所以我较紧变成今仔这种模样。恁3个假好啊去的，今仔日我绝对要甲恁收起来。即马武功人家已经走去了，讲到话滴滴嘟嘟，就接袂我啦。咱来说哦。来啊，起车。莫甲我讲一寡废话，带我的金钱来孙子兵法你无读过，这叫做兵不厌诈。我无读册，唔捌你。安尼我就送你去地府，甲孙子见面。好棒哦，兵哥！好棒吼！那根据着这八仙传的野史所一个记载啊，八仙伫咧收妖的时，大部分拢是靠蠕动兵这支剑。我老两句啊，尻川个翘要半天悬，但嘛莫在咧臭屁啦。拄则男士哦，阮3个用迄个高高甜的甲粉甲高调咧，你若有机会好甲偷抬。
都对咩？阮嘛拼到要死。啊，好啊啦，莫拄啊怎？我拄则伫咧半空中拢有看到啦。啊，3个人出奖，人敢若出1奖尔，啊，恁2个出6支奖，啊，拄啊5到尾嘛是去用拍一个冰莲糕啊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继续咱莫搁讲啊啦。啊，到即马吼，这哎呦啊，这蛇王啊，食等是敢若海马，敢若恐龙诶。无要紧啦，废猪吼，蛇王已经叫咱消袂掉，咱即马趁我倒来天庭来交差啊。歹势要交差，你家己去交差。你会知，即一遍吼引起万社拢总出来伫咧为非作歹吼，迄拢总你引起的，你知毋？就是你去互迄只白蛇家着开始起因的。即摆代志已经甲你摆平啦，我吕洞宾要搁继续来去云游四海咯，请了。无咯，哎，啊，边个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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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有看嘛？走就走哦，伊可能老高胖的啊。是讲哦，边个讲安尼嘛有理哦？你有看嘛？咱哦，这大尾蛇甲细尾蛇哦，舞甲安尼舞飒飒，咱这个风景拢无去游秀着，咱好来去游山湾水。好哦。吼，今仔去啊，相思啊，来去，来去，啊来去，来去，啊阮要来去夏威夷。夏威夷，啊你若要去夏威夷，迄金币无留我。哎呀，大家走了了后要安怎？啊，对，我即摆掠即只蛇王来去玉皇大帝遐来去请功，啊玉皇大帝绝对学了讲我赞，也功劳上大。年终考绩特优，三仙差一时啊吼，就去互这乌龙甲伊杀害啊！迄个时阵，吕洞宾出现啦，杀死了这个乌龙，解救了这个三仙啦。哦，咱即摆已经算讲哦，一段的这个故事啊，已经圆满的结局啊。但是第二段呢，也搁较精彩。第二段什么人出现呢？就是这个李拓拐啊，甲咱这个狐仙哥，因两个若搁出现哦，故事也搁较精彩，唔通无看哦。